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汽车行业，聊一聊汽车经销商。这个汽车经销商的日子不好过啊。自从这个长城的魏建军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道出了这个行业乱象就是0公里二手车充斥市场，这个也引起了这个主管部门的关注啊。主管部门还为此召开会议。前2天在重庆这个汽车论坛上，大家的发言主机厂商的发言，那也是充满了火药味啊。汽车圈整个是硝烟弥漫，给人的感觉是黑云压城，晨日催啊。整个汽车行业是压力山大。今天这个财新网它有篇报道，试图解释0公里二手车。它的标题是叫陈联分会秘书长说0公里二手车是经销商自救行为。0公里二手车是经销商的自救行为。那言下之意，0公里二手车跟主机厂商没关系，跟经销商有关，而且是经销商自救。什么叫自救经销商活不下去。这个财经网说将新车转为0公里二手车销售是经销商应对严峻压力时常见的自救行为。汽车厂家应当给予经销商稳定的价格及回款保障，保护经销商利益。6月9日，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陈联会举办的乘用车市场分析发布会上，陈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表上述观点。他说汽车经销商市场中0公里二手车现象是指新车上牌后当作二手车销售。5月末，商务部组织行业协会和企业座谈，研究0公里二手车相关内容。这一现象成为车市热议话题。说此前一名合资车企销售部门人士告诉财新网说，0公里二手车主要来源是汽车经销商，也有少部分来自主机厂。市场一般称之为资源车或渠道车，主打价格便宜。崔东树称他说0公里二手车的去向包括出口和内销。在一些主机厂尚未开拓的海外市场，经销商为了缓解库存压力，会自发布局。目前中亚市场体量最大，在国内0公里二手车也已长期存在。崔东树介绍说，在汽车排放标准切换时，汽车经销商为消化老车库存，往往采取这一手段。如今经销商在面对严峻压力时，也会无奈将新车作为0公里二手车甩卖。崔东树称，车企应该给予经销商更多支持，帮助经销商化解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风险，抑制0公里二手车现象，也有助于稳定市场。前不久山东的这个比亚迪的最大经销商资金链断裂暴雷。按照这个陈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的看法，那就跟你主机厂商有关，对吧？车企应该给予经销商更多支持，帮助经销商化解资金链断裂。汽车行业经销商库存正处于较高水平。崔东树5月20日撰文指出，2025年国内汽车行业库存持续拉升。4月末，全国乘用车行业库存350万辆，环比增加15万辆同比增加12万辆，达到历史同期高点。也就是截止4月末咱们的这个全国乘用车，那当然包含油车和电动车加一块库存是350万辆，环比增加15万辆，同比增加12万辆，就是库存无论是同比环比都达到了历史高点。就从这个你就知道汽车行业压力有多大。这个崔东树建议部分头部厂家不应强求既定产销目标，应防止过高产量带来的过高库存给经销商制造强大压力，最终导致行业秩序受到影响。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对厂商来说他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它的产能它必须要满负荷开足马力，产能利用率要提上去如果它的产能利用率只有50%，那它还有50%的富裕那个成本谁来摊呢？对这个汽车厂商来说开足马力生产，它的边际成本才低它每辆车的价格才低是咱举个极端例子你投资个50亿搞了一个汽车生产线，你就生产1辆汽车，那你这1辆汽车成本得多高你要生产100万辆汽车，那你这每辆车的成本是不是就非常低，对吧？你这个生产线的这个投入你摊到每辆车上去，最终是由每辆车来背的。这个我记得吉利的老板李书福说全球汽车产能的富裕，所以吉利不再投产新的生产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4至2025年汽车流通行业发展
报告显示，2024年国内汽车 4S 店退网数量达到4419家，个别营销网络因整车企业暴雷、品牌消失而团灭。近年来，汽车市场价格战连绵不绝，经销商不得不以低于批发价的价格销售汽车，这种情况被称作价格倒挂，即亏钱卖车。2024年，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访问的汽车经销商集团中，没有价格倒挂现象的经销商只占15.6%，也就是84%的经销商出现价格倒挂，也就是卖一辆车就赔多少钱。而价格倒挂幅度超过15%的经销商比例高达60%。根据这个2024至2025汽车流通行业发展报告，实际上就是反映 4S 店这个生存状况的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显示经销商退网较多的自主燃油车品牌包括思皓、东风风行、启辰、风神、名爵、奔腾。新能源汽车方面，经销商退网以造车新势力、云度、哪吒汽车为主。此外，广汽集团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浩博也对经销商网络进行了优化。汽车合资品牌以燃油车产品为主，经销商数量在2024年全线萎缩。这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蓝学红说他说东风日产、上汽通用、雪佛兰、上汽大众、斯柯达、东风本田、广汽本田和北京现代等合资品牌经销商网络数量都出现较大幅度收缩。豪华品牌曾经是经销商争相代理的对象，现在捷豹、路虎、沃尔沃和凯迪拉克等豪华品牌的经营状况受到冲击，经销商退网情况比较突出。2024年，国内汽车 4S 店同时新增3518家，其中自主品牌占92%，主要扩网品牌有比亚迪旗下的方程豹、腾势，以及长安汽车、奇瑞汽车、华为的鸿蒙智行、极客等等。新增店面以新能源品牌为主，也有部分燃油车品牌店面。这个蓝学红称2024年国内汽车 4S 店总体数量同比下滑2.7%，只有32878家。上述增减变化也反映出汽车市场结构调整，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此消彼长，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渠道状况也有明显差异。这个报告显示2024年燃油车 4S 店数量同比下滑8.4%，至25108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同比增长22%，至7770家；自主品牌 4S 店数量微增1.7%，至21144家；合资品牌和豪华品牌 4S 店数量分别为7744家和3990家，同比下滑13.5%和1.4%。蓝学红指出新能源汽车品牌渠道业态众多，并不只有 4S 店一种业态，还包括承担销售职能的城市体验展示中心，也有交付中心和售后中心等独立店面。如果把这些渠道纳入计算，新能源汽车品牌渠道网点已达21220家。前几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狂飙突进，不少新势力品牌为了吸引客流，同时达到品牌营销目的，选择在商场开设展厅。这个大家恐怕逛商场的都能看到，甚至包括机场、车站、高铁站都有有这个新能源汽车展示中心。这类店面无法提供其他服务，车企往往选择在城市外围另建交付和售后中心承担这类职能。上述转变对经销商而言既剧烈又痛苦。燃油车店面大幅收缩，过去的商业模式也不再成立。之前经销商以批发价从车企购车，再于消费者议价销售车辆，每辆车主体成交价格因市场供需等情况波动，不同消费者的购车价格可能有较大的差距。近几年在新能源汽车猛烈的攻势下，燃油车销量不断下滑，同时市场价格战连绵不绝，经销商经常不得不以低于批发价的价格销售汽车，价格倒挂幅度超过15%的经销商比例高达60%。蓝学红指出这个价格倒挂不仅造成亏损，还会迅速耗尽经销商现金流，这就是车企暴雷的原因之一本来卖车他就赔钱了，卖辆车他赔15%，这什么概念？近2年经销商集团暴雷消息频频出现，北京的宝马 5S 店暴雷，对吧？这个佛山宝马 4S 店，什么天津的奥迪 4S 店，这个暴雷非常多
重压之下，部分合资品牌进行调整，推出类似新能源汽车品牌透明定价的一口价策略，避免大范围价格倒挂。一些经销商认为，除了稳住原有业务，转型代理新能源汽车品牌才能破茧重生。也就是众多 4S 店面临转型，它本来是这个代理燃油车的，由于燃油车销量下滑，价格下跌所以只好去代理新能源汽车品牌。转型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经销商还需仔细甄别代理品牌，避免因车企经营出现困难而遭连累。你比如说，你要去年代理了这个哪吒汽车或者什么极越，那差不多现在就可以破产了，那是遭连环暴击屋漏偏逢连夜雨麻绳专挑细处断。这个懒学红说经销商认为2024年至2020年是汽车行业整体淘汰期，这个不是我说的对吧？是这个经销商协会的秘书长2024年是到2026年，也就是2025年、2026年是汽车行业整体淘汰期，那不就是暴雷吗？雷声不断呢。事实上确实你看哪吒汽车暴雷，极越暴雷，还有什么？马上恐怕就又有企业暴雷，车企品牌也在合并重组，转型需要更加谨慎，并且要尽量利用现有资源，不再新增投资，不能再投资了蓝学红建议经销商集团可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寻求获得新能源汽车品牌售后服务中心授权，不仅无需太多的新增投入，且收益稳定。2024年以来，主管部门大力刺激汽车消费，提供以旧换新补贴，汽车报废数量激增，2024年达到780万辆。蓝学红称当前汽车拆解回收链条尽管还不够完善，毛利率较低，但未来或许是汽车经销商可以探索延伸的新业务，也就是收废旧的新能源汽车这个也是财经网他的一篇报道，2024年汽车 4S 店退网数量超4000家，经销商艰难转型，无论是主机厂商还是经销商，日子都不好过。一名不愿具名的行业人士称，价格战是自残行为，不仅伤害整车企业自身，也伤害上下游合作伙伴。部分头部企业没有做出表率，价格战已经成为全行业问题。近期主管部门多次发声，反对车市无序竞争。5月31日，工信部相关负责人透露工信部将加大汽车行业整治力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强产品一致性抽查，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陈联分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5个月，国内乘用车零售累计881万辆，同比增长9%，其中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销售435万辆，同比增长34%，增产这个销量增加了，但是有多少是零公里二手车呢？谁能说得清楚但汽车行业利润却持续走低。国家统计局5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4个月，国内汽车制造业行业利润率刚过4%，处于历史低位。2021年至2024年，行业利润率逐年下滑，由6.1%降至4.3%，现在只有4%，也就是车是越卖越多。前5个月比去年同比增长9%，新能源汽车增长更快增长34%，但是汽车行业制造利润率只有4%，也有多少企业是在亏本造车亏本卖车正因为这个价格战正因为压力越来越大，正因为这个汽车同质化严重，正因为这个内需不畅，所以这个经销商就要开展自救，零公里二手车就应运而生。这个广汽集团爱安营销本部负责人、爱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肖勇说不能把年轻人当智驾小白鼠，这个不点名的批评了粗粮不能把年轻人当智驾小白鼠。面对这个造谣者今天雷军发微博将启动法律程序。雷军在转发一个什么小米精英驾驶高阶驾驶培训北京站正在火热进行中，这是我们学习全球诸多品牌的先进经验，面向驾驶爱好者打造的高阶驾驶培训，旨在让用户安全可控的封闭场地内，通过模拟典型的极限工况，比如加速制动、紧急变线，让用户感受车辆极限并掌握这个驾驶技巧。也就是在这个雷军转发这个微博的时候他说在培训过程中，学员不断挑战高强度工况，偶有状况发生属实正常，这也正是培训的价值所在。但近日有大量小号在各平台散播各种谣言，性质极其恶劣，
劣，我们将启动法律程序，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我记得我以前说过啊，这个小米在互联网营销这一块见长，也就是善于搞流量，善于博眼球，善于吸引这个大家关注，那这个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对吧？你靠互联网营销吸引来的不光有掌声，有赞叹，有赞美，当然就有质疑，有批评，当然无脑抹黑那是不行的。总之这一阵子小米的回应啊有点高强度啊，基本上都是看到有人在搞事啊，在抹黑，到了有点大量传播形成舆论的程度啊，才想起来要去回应。比如雷军啊，这个扬言要启动法律程序的这一条啊，就是传言啊说小米的教练对吧挂了。当然了，这个小米啊可以去用法律的武器啊来保护自己，但是起诉啊管用吗？能解决问题吗？法律维权成本非常高啊。第二个，即便维权成功啊，有的啊恐怕也很难达到这个满意，这些都是扬汤止沸啊，都是表面文章。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啊！你减少这种口水战，少搞点这个互联网营销，少搞点饥饿营销，对吧？踏踏实实把功夫啊，把精力放在这个产品上面，放在车子安全上面。你搞流量，最终就会被流量反噬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反映了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竞争加剧啊，压力山大。无论从主机厂商、品牌商、品牌厂啊，还是到经销商，还是上游的这个零部件这个厂商，压力都非常大。再看看最大的汽车经销商广汇汽车啊，去年退市，这已经说明问题。一边是过剩的产能，一边是消费的低迷，实力弱的啊，资金链紧张的 4S 店恐怕要加快出清啊，也就是说要退出市场。比如库存高企啊，汽车滞销啊，车企往往会给经销商制定指导价和浮动范围，并提供一系列销售激励措施，其中包括针对大客户优惠折扣，也就是卖的越多返点越多。许多汽车经销商为了利用大客户政策，自己注册汽车租赁公司、汽车贸易公司，然后左手倒右手把车卖给自己，再以二手车名义销售。这类操作可以帮助经销商消化一部分库存。专家估计啊，2024年国内市场零公里二手车交易规模大概在40万辆到60万辆。大量汽车贸易商在抖音等平台销售所谓准新车，部分车辆还带有塑封膜，价格相比官方售价直接腰斩。还有一些车龄较长的库存车在这个平台上低价销售。上述现象背后更深层次原因是国内车市需求不足，经销商库存处于高位。中国二手车出口于2019年启动，初期试点城市和企业数量较少，产品没有打开市场。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跨国车企纷纷撤出俄罗斯，当地出现供应缺口。中国企业看到机会，部分贸易商摸索对俄出口零公里二手车。俄罗斯市场契机带动中国二手车出口腾飞。2022年至2024年，中国二手车出口数量分别是6.9万辆、27.5万辆和43.6万辆。零公里二手车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零公里二手车出口量没有官方统计数据，有人预计啊，2025年中国二手车出口总体规模50万辆。2025年啊，一共要出口50万辆二手车，其中真正二手车出口可能会超过10万辆，也就意味着还有40万辆是零公里二手车。另有一组数字啊，5月就是2025年5月份，俄罗斯奇瑞销量跌到1.6万辆，奇瑞品牌销量9780辆，同比下降25%，捷途销量3356辆，同比增长8.3%。也就是中国的车企啊，今年在俄罗斯的这个销量都在下降。实际上，俄罗斯这个地方这2年啊，成为中国车企的一个主要的增长点，但是现在已经到头了，到了买单的时候。奇瑞出口第一大市场就是俄罗斯，但是这个地方政治风险太多，变数多，所以不论是外销还是内需啊，这个对汽车行业来说都不太乐观。还是按照这个汽车经销商这个协会的主席啊说法，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汽车经销商暴雷之年了，零公里二手车也救不了他们。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